大家好，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在果仁斯卡地区不同学校庆祝中国新年的照片和视频。由于疫情的影响，我们只能在教室里简单的庆祝了一下果仁新年。正如你们将看到的，小学生们做了剪纸，剪出了福字；高中生们用中文朗诵了一些著名的唐诗，并制作了与老虎、生肖以及中国新年有关的海报。希望你们喜欢，谢谢。送别，唐·王维。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知？君言不得意，微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初次，唐·李白。燕草如碧丝，青山碧绿枝。丹中怀归日，是妾断肠时。秋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帷。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宇，弹琴复长啸。神明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岱宗夫人和，齐鲁青未了。造化钟声秀，阴阳各混淆。当晓声自语，坠子如归鸟。归当临坠顶，一览众山小。锦瑟，当离山隐。锦瑟无万古蛇行，一线一柱色花年。转瞬小梦迷蝴蝶，忘记春讯多独绝。三海月明珠流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这是
我们祝你虎年大吉，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岁岁平安。